歷史書記載嘅戰國，原來只係冰山一角，誰可以扭轉？收到可靠消息，外星人將會協助嬴政獲得永生。你嘅任務就係要阻止呢件事。誰求誰？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，天命誰能？喂，起身啦！起身啦！夠鐘開工啦！點解秦朝街市會有外星人？歷史書入邊從來冇寫過呢啲嘢。寫過嘅，不過全部燒咗啫。焚書坑儒，真正被燒嘅係外星人嚟過地球嘅證據。秦兵已至，必取帝命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於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，此去海外，欺君離秦，君可悔。奉命求不死藥，實為無歸之路。天命最高。嬴政，我要你連門口都出唔到啊！然3000童男女，真欲獻與太虛而行。長生飛躍，乃生死之路。亦在歷史下效力，殘酷過一情。別高興，以人心立盟，以技藝相授，非為帝王，為萬世而行。長生不老藥喺徐福隻船嗰度，咁我哋揾到佢，阻止佢，無論用咩方法。博士請你舉高雙手。天命最高。活作我同你份約 extend 多200年。多謝啊，老細。爹哋長生複製人系統已經喺我哋手上，聽日我哋可以同伊倫上月球開會啦。